聖經申命記32章39節，你們如今要知道，我唯有我是神，在我以外別無別神。我使人死，我使人活，我損傷，我也醫治，並無人能從我手中救出嚟。呢度係耶和華神向以色列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講清楚吓，俾佢哋知道耶和華係邊個，唯有耶和華係神。只有一位神，就係呢位嘅耶和華，呢位拯救佢哋、與佢哋立約、帶領佢哋出埃及地為奴之家入到去迦南應許地嘅呢位神，有應許、有憐憫、有慈愛。神要叫佢哋記得要倚靠神，因為只有神，冇人可以幫助佢哋。神係絕對嘅主權，叫人死叫人活，可以損傷又可以醫治。冇人可以從神嘅手中救出嚟，只有神可以幫助我哋，倚靠佢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